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老挝美美家，这是美美啊。昨天要跟我们跳舞，今天要到她家里，我们去看一下她家里。表姐，这是他们煮饭的地方，这是他们的厨房啊。这是他们家里睡觉的地方。米娜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米娜，几号啊1号。这是我家1号啊。米娜姐呢？上面是我家小米啊。米娜姐好呢？Hello， 这是12号啊。阿丽，水凉不凉啊？你不知啊？凉，水凉啊。我说我做คือป้อง啊。这是我家米娜哦。就不了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么么哒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16号阿亮在干嘛？洗澡，洗澡啊！看看我家阿亮哦，怎么？那个狗狗那个的，先洗脸了啊，先洗脸，然后再洗头发。我们这边现在是旱季，没水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来河边这边洗澡啊、洗衣服这样子的。